中华新港去年4月3只地过车路遭货车撞到，造成10岁阿姊甲9岁小妹2个人过往。中华地检署经过侦办，甲这姓小的驾驶依照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，而且依照着这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无照驾驶驶经过斑马线、无让过路人等事实，请法院加重罪行。去年2月，伫中华新港的建国路甲美港公路口发生3只地仔过车路，货车撞到意外，其中10岁阿姊甲9岁小妹拢一个重伤。经过半年外医治，2个人拢不幸过往。即阵中华地检署也依照过失致死的罪嫌起诉撞到人的姓小的驾驶。本署侦办深港乡陈姓姐弟交通事故案件，业经侦查终结，以萧姓被告涉犯刑法第276条过失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，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无照驾驶、行经行人穿越道未礼让行人等事实，请求法院加重其刑。检方表示，姓肖的这位驾驶无驾照，驶车经过行人过路线时，无依照规定让过路人先行，有过失致死的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诉。姓陈的姊妹的亲人表示，一切照法律的程序行，无愿意加讲。也若这个车祸意外也引起社会关心过路人的安全问题，交通部中华公务单表示，伫今年初已经完成美港公路的行路空间改善。那在这件事情之后，我们将现地的行川线做一个优化。原先的行川线是斜的，距离比较长。那现在我们把它优化成立字形行川线，我们也在路口的转角处施作转角的人行道。美港公路全线大约6公里长，车多，有的路口阁真宽。公路局表示，即阵已经甲斑马线改做日行，而且增加中央庇护岛，缩短用路人过车路的时间。嘛，伫27个路口等远的所在设实体的人行道，提升交通安全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